再来看桃园大园区有一个国校3年的囡仔，伫顶礼拜六在洗身躯的时候，胸腔无喘气死亡。也毋过嘛，煞发现讲这囡仔的身躯有真侪空喙，检警嘛在进行调查，暂时判别验尸，要来了解死因。 桃园大园区一个3年的查甫囡仔，顶礼拜伫个自体浴巾洗身躯的时阵，煞胸腔急性昏去，送南口中基病院急救，救4天，伫16暗时救无转来。因为查甫囡仔的头面、肩胛、大腿身躯有真侪大身躯的伤痕，家庭捌有管教不当的通报记录，病院已经通报警方，社政系统介入调查。男童就医疑似受虐案件，本署指派妇幼组检察官侦办。 于同日晚间，男童不幸身亡。于17日经警报请检察官前往相验，并于昨日解剖，死因尚待鉴定中。针对查某囡仔好亲像互人虐待死亡的案件，遗体已经报请检察官上验了后，伫18进行解剖。地检署表示，已经约谈家属，会积极侦办查清楚真相。学校嘛，伫第一时间随进行校安的通报。 学校表示，案生平日在校与同侪互动良好，上课期间遵守班级秩序，无明显异状。教育局已督导学校成立关怀小组。教育局表示，学校已经成立关怀小组，除了慰问家属，启动校内辅导机制，也协助共班的同学也甲任课的老师进行情绪支持甲心理辅导。另外，会持续配合警政调查，查清楚死亡的原因，也甲好亲像家暴的事项。记者采访报道。